屋企有老人家攞緊長者生活津貼嘅，快啲坐定定，唔好行開。今日我唔係嚟同你讀政府公佈，而係嚟幫你哋救急。2026年長者生活津貼大復檢已經殺到嚟，入面收埋好多陷阱，分分鐘會令到屋企長輩辛辛苦苦攞到嘅津貼話無就無，甚至要嘔返錢出嚟，留埋刑事案底。最近係咪好多老人家打開信箱，見到社署寄嚟嗰封紫色花哩碌碌嘅復檢信，當堂嚇到成晚都瞓唔着？我咁打賭，實有老友記心諗幾大件事啊？咪又係好似每幾年填張表咁簡單，隨便寫兩筆寄返去攞，邊有人得閒查你？今日我喺度同大家講清楚，邊個如果仲抱住呢種僥倖心理，今年絕對會食大虧。2026年呢次復檢根本唔係例行公事，係社署全面啟用大數據、徹底收網嘅信號。講得直白啲，以前社署查資料靠人工逐份反檔案，你收埋個細銀行戶口，瞞報少少儲蓄，或者仲可以蒙混過關。但係而家社署嘅系統比你屋企啲仔女仲清楚你名下有幾多錢，千祈唔好諗住耍聰明，否則純屬自投羅網。我見過太多冤大頭老友記，平時慳吃慳使，1蚊分開2份使，資產明明冇超標，就因為申報錯咗，反而被停發津貼。仲有人同仔女開聯名戶口，本來只係想方便仔女幫手交水電費，處理日後嘅身後事，點知呢個戶口變成地雷，直接被當作資產超標。更唔使講，有啲老友記存咗幾十年嘅儲蓄保險，本來想留喺身邊傍身，結果被社署全數計入資產。唔單止津貼即時被取消，之前攞咗嘅錢仲要一分不少咁退返俾政府。今日我不兜圈不吹水，全程字字珠璣，全部係實打實嘅專業乾貨，好似隔壁鄰舍同你傾偈一樣，句句直擊要害，幫你屋企嘅老友記避開所有陷阱，安安穩穩繼續攞津貼。我會將重點整理好，同大家逐一講清講楚，絕對唔浪費大家時間，每一句都關乎你嘅切身利益，錯過咗隨時損失幾萬蚊。第一，大家一定要睇清2026年社署嘅大數據到底有幾厲害，唔好再天真到以為可以瞞天過海。好多老人家嘅觀念仲停留在以前，覺得社署查唔到自己啲細銀行戶口。我勸大家快啲清醒，而家嘅社署早就唔係以前嗰個靠人手跑腿查資料嘅部門。自從電子政務普及之後，佢哋嘅審查能力直接升級。我同大家透露個實打實嘅內幕。2026年，社署已經同本港所有主要銀行，包括大大小小唔起眼嘅中小型銀行，全部簽訂咗自動化數據對比協議。只要你係領取長者生活津貼嘅人士，你名下所有用身份證登記嘅戶口，無論係港元儲蓄、外幣戶口、定期存款、活期存款，就算係你擺喺角落頭得幾百蚊嘅小額賬戶，喺社署嘅系統入面都係一目了然，透明到好似毛主衫一樣，想藏都藏唔到。加上今年政府強調精準扶貧，意思就係要將有限嘅公帑留俾真正有需要嘅人。呢個政策導向意味着審查比以前嚴格咗10倍、8倍。以前可能3-5年才抽查一次，而家只要你銀行賬戶嘅利息有少少波動，或者突然有一筆超過5萬港元嘅資金出入，系統就會自動發出預警，直接將你列為重點審查對象。大家計下數就明白，而家處於高息時代，如果你銀行有40萬港元做緊定期存款，一年利息就有萬幾2萬蚊，平均每個月就多咗1000幾蚊收入。如果你平時再賺少少外快，例如幫人做客手工、幫人睇客門口，又或者有少少租金收入，哪怕每個月得幾百蚊，加加埋埋就好容易超出咗長者生活津貼嘅入息限額。單人每月入息限額係9090港元，夫婦每月係14430港元。呢個數字唔係講笑。點解今年有咁多老人家收到復檢信？正正係因為電腦系統一早將你嘅收入同資產計得清清楚楚，一啲都唔含糊。第二，重點嚟啦，復檢表格到底要點樣填？呢張表格表面上睇落好簡單，實際上入面有唔少字眼陷阱。好多老人家就係因為填錯一個空格，寫錯一個數字，結果被暫停發放津貼，真係非常冤枉。喺度，我教大家3個秘訣。記實呢3招，填表就唔會再出錯。第一個秘訣，
申報日期絕對唔可以亂填。表格上要求申報現時資產，好多老人家以為現時就係填表嗰一日，例如你15號填表，你就寫15號嘅戶口結餘，呢個做法係錯嘅。正確嘅做法係你每個月幾號收到津貼，你就填返嗰個月份嗰一日嘅資產結餘。例如你每個月1號出津貼，你就填當月1號嘅銀行結餘同資產總額，一點都唔可以有差錯。唔好以為呢個係小問題，社署會拿住你填報嘅數字同銀行提供嘅流水賬逐一對比，只要有少少誤差，佢哋就會質疑你申報不實，輕則發信要求你解釋，重則直接停發津貼。所以我建議大家填表之前一定要親自去銀行更新存摺，或者打印最新嘅銀行流水賬單，將數字核對到完全準確，千祈唔好因為一時貪方便而因小失大。第二個秘訣，表格絕對唔可以留白。好多老人家覺得既然自己冇嗰項資產，漏空咗佢就得啦，呢個係好大嘅誤解。2026年社署採用嘅係電腦掃描系統，如果你空字唔填，系統唔會預設你係無，而係會解讀成你拒絕申報。咁樣做嘅後果好嚴重，一係就寄一堆追問信俾你，要你反覆提交補充資料，搞到你精疲力盡；一係就直接暫停發放津貼，直到你補齊資料為止，既耽誤時間又惹來一身麻煩。記住，只要你冇嗰項資產，就老老實實填個0字或者寫無，一筆一畫寫清楚，總好過留空。就算有啲項目你唔係100%確定，都唔好留空，先填0或者向社署核實，都好過被電腦直接判定為拒絕申報。第三個秘訣，隱形入息一定要如實申報，呢個係最容易踩中嘅陷阱，好多老人家都係喺呢度跌倒。乜嘢叫做隱形入息？即係一啲你以為唔算係收入，但社署認定係入息嘅款項，例如公共年金、私人年金、保險分紅、銀行利息，甚至係幫人湊孫做小手工賺取嘅零用錢，全部都計入息。好多老人家唔明白，年金明明係我用自己嘅本金買嘅，每個月攞返嘅錢都係我自己嘅錢，點解要當成收入？但呢個係社署嘅既定規例，冇得講道理。年金每個月派發嘅年金收入屬於現金流，同銀行定期存款嘅利息一樣，都需要分攤到每個月如實申報。仲有啲分紅保單，每年派發嘅分紅就算只有幾千蚊，一樣要填報，唔好諗住瞞報，系統一早已經查到。呢度同大家補充一個專業資訊，根據社署現行指引，年金嘅投保保費本身豁免計算資產，但每個月攞到嘅年金就屬於入息。如果你中途選擇退保，攞返嘅退保金就會轉化為資產，必須立即申報，否則會被視為資產超標。呢一點一定要牢記。第三，全場最核心、最危險嘅陷阱就係聯名戶口同埋保險。10個有8個老人家出事，都係因為呢兩樣嘢。特別係聯名戶口，簡直係重災區，大家一定要聽清楚。先講聯名戶口，好多老人家同仔女開聯名戶口，出發點非常好，一係方便仔女幫手交水電費、管理費，一係驚自己有咩事，仔女可以即時提取資金處理身後事。出發點雖然係為咗安心，但大家唔知道喺社署嘅審查思維入面，聯名戶口入面嘅資金預設係由你同仔女平均持有。舉個例子，你同仔女開咗一個10萬港元嘅聯名戶口，就算呢10萬蚊全部係仔女賺返嚟嘅錢，你從來冇動用過，社署都會預設你有5萬港元嘅資產。如果你個人嘅資產本來已經接近上限，加埋呢5萬蚊，就會直接超出資格，津貼話停就停。有人會話，我可以證明啲錢全部係仔女搞入，可以，但你必須主動向社署提供極之清晰嘅資金來源證明，例如仔女嘅薪金入賬記錄、轉賬憑證，仲要仔女親自簽署聲明書，證明呢筆資金同長者無關。成個申報程序非常繁複，而且一旦證明文件不獲接納，就會全部計入你嘅資產。所以我奉勸大家，如果可以唔開聯名戶口，就盡量唔好開。如果已經開咗，快啲同仔女商量，準備好所有相關嘅證明文件，唔好等社署查到你先至臨殼掘井。再講保險，2026年
保監局同社署嘅數據已經全面對接，你名下所有保單，無論係幾十年前買落嘅儲蓄保險、分紅保單，定係而家買嘅人壽保險，社署只要一件查詢就清清楚楚，唔好諗住可以瞞報。好多老人家有個誤區，覺得自己一日未退保，一日未攞到錢，呢啲就唔算係資產。呢個想法大錯特錯。社署計算資產睇嘅唔係你攞咗錢未，而係保單嘅退保現金價值，亦即係如果你今日簽名退保，可以攞返幾多錢。只要呢份保單隨時可以退保套現，佢嘅價值就會被列入你嘅資產。我見過一個真實個案，有一位老友記20多年前買咗份儲蓄保險，入面累積咗50萬港元，佢從來冇退過保，亦冇提取過分紅，一直以為唔算資產。點知今次復檢，社署直接判定佢資產超標，取消咗佢嘅津貼，仲要佢退還返之前幾年攞落嘅10幾萬蚊津貼。你話冤唔冤枉？呢度同大家補充多一個專業知識，根據現行規定，具有投資成分嘅保險計劃，其現金價值本身需要計算資產，而保險嘅分紅同利息，無論你揀提取出嚟，定係擺喺保單戶口入面滾存，一樣要如實申報，千祈唔好被自己嘅觀念誤導。第四，亦係最嚴重嘅一點，大家一定要記住，而家嘅復檢已經唔單止係行政層面嘅問題，一旦填錯表格，蓄意瞞報資產，好容易會演變成刑事案件。根據香港法例，最高可以被判監禁10年，留下一世嘅刑事案底，仲會影響到子孫後代，呢個代價邊個都承擔唔起。我同大家分享一個真實個案，有一位老友記喺內地擁有一層物業，價值大約30萬港元。佢以為香港政府無從查起，於是喺復檢表格上填報無物業。點知到咗2026年，社署透過大灣區行政協作機制，配合大數據對比，直接查到佢喺內地嘅房產登記記錄。結果點？津貼即時停發，之前攞咗嘅款項要全數嘔返出嚟。社署仲將個案直接移交警方跟進。根據香港法例第210章盜竊罪條例，呢種行為屬於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罪，差啲要坐花廳。最後雖然免除咗監禁，但都留下了刑事案底，仔女日後想考公務員或者外大公司工作都受到牽連，真係非常之唔值得。大家千萬唔好覺得漏報、瞞報係小事。只要你喺復檢表格上簽咗名，就代表你確認所填報嘅所有資料全部屬實。一旦被查出虛報，性質就屬於欺騙政府，絕對唔係簡單嘅行政出錯，而係刑事罪行。唔好抱住我不識字、我一時大意嘅心態。社署唔會因為你唔知法律而網開一面，法庭更加唔會。講到呢度，可能好多老友記都會開始心慌，心諗咁我到底應該點做？萬一真係填錯咗，或者資產真係超咗少少標，難道只能眼睜睜睇住份津貼被取消？大家先唔好自亂陣腳，我同大家出謀獻策。誠實申報係唯一嘅出路，但申報嘅方法可以更有智慧，喺合理合法嘅框架之內保護自己，既唔違反規例，又可以保住津貼，呢個先係聰明人嘅做法。首先，如果你嘅資產只係超出限額少少，千萬唔好瞞報，反而可以考慮透過合理合法嘅日常開支去消耗一部分資金，既可以改善生活質素，又可以符合資格。例如，為自己安排一份合適嘅醫療保障，或者將屋企幾十年嘅舊裝修翻新一下，換下屋企部舊冷氣、舊電視，呢啲改善生活嘅支出都係社署完全允許嘅。只要你嘅個人資產降回符合規定嘅限額之內，即單人資產不超過415000港元，夫婦資產不超過63萬港元，你依然可以合法領取每月4345港元嘅長者生活津貼，一分錢都唔會少。其次，如果你名下有年金或者保險，一定要提前做好準備。年金每個月派發嘅金額要如實填報，切勿漏報。保險方面，提前聯絡你嘅保險經紀，要求佢哋出具一份正式嘅證明書，寫明你份保單在申報當日嘅正確退保現金價值，然後如實填落表格，主動申報，社署反而唔會為難你。另外，平時一定要養成保存單據嘅良好習慣，銀行流水賬單、保險合同、轉賬記錄、醫療開支收據等等，都要妥善收納在一個安全、容易查到嘅地方。
萬一社署要求你補交證明文件，你都可以第一時間拿出來，避免因為一時間校唔到單據而被社署認定為資料不實，進而耽誤咗津貼嘅發放。為咗確保萬無一失，我特別為大家準備咗一份行動清單。大家收到復檢信之後，只要跟住以下步驟去做，包你唔會出錯。第一，收到信件嘅當日，立即去銀行更新存摺或者打印最新嘅流水賬單，仔細核對申報日期、當天嘅戶口結餘，確保填報嘅數字準確無誤。唔好等填完表寄出咗先發現寫錯，到時想改就非常反覆。第二，即時聯絡你嘅保險經紀，要求對方簽發保單退保現金價值證明，清晰列明申報當日嘅退保金額，填表時如實填寫，唔好漏填錯填。第三，主動同仔女溝通清楚，如果名下有聯名戶口，盡快準備好資金來源證明以及仔女嘅聲明書，主動向社署說明資金來源同歸屬，證明呢筆錢同你無關，避免被預設為你嘅個人資產。第四，填寫表格嘅時候，字跡一定要清晰端正，千祈唔好寫到歪歪斜斜或者好似鬼畫符咁。如果電腦系統掃描唔到你寫咩，社署就會要求你親自去辦事處面談核實，搞到自己浪費時間。一筆一畫寫清楚，可以省卻好多不必要嘅不便。第五，如果在寄出表格後，發現自己有部分項目忘記申報或者填錯咗，一定要在社署主動查到你之前，自己親自去社署辦事處提出更正。如果你主動去更正，社署通常會視為無心之失嘅行政出錯，唔會當成惡意欺騙，最多只要你補返資料，唔會停發你津貼或者追討款項，呢個係最穩陣嘅補救方法。第六，要留意自己嘅出入境記錄，社署可以隨時查到你1年之內離港幾多日。根據現行規定，在領取津貼期間，每個付款年度內離港不得超過90天，如果超過咗，就要如實向社署申報，唔好諗住瞞報，系統會自動同入境處嘅數據做對比，一查就知。第七，如果對表格上嘅任何一項條款有疑問，千萬唔好盲目聽信條街啲街坊鄰舍嘅傳言，好多坊間嘅傳聞，一係過時，一係根本就係錯嘅。最穩妥嘅做法係親自打電話去社署或者去辦事處問清楚，又或者尋求註冊社工嘅協助，官方嘅解釋先至係唯一標準，唔好因為聽信謠言而填錯表，平白無辜冇咗份津貼。我知道好多老人家年紀大咗，面對呢啲複雜嘅政府條例，會覺得好頭痛，又驚填錯表會犯法，成日搞到自己心驚驚。其實大家真係不用過分恐懼。2026年嘅復檢雖然比起以前嚴格咗好多，但政府搞大數據審查嘅目的係為了剔除嗰啲濫用資源、欺騙津貼嘅不法之徒，絕對唔係為咗刁難真正有需要嘅老人家。只要大家行得正、企得正、誠實填報，掌握正確嘅申報方法，就完全唔會有問題。我哋做足本分，自然就可以安心。喺度我都想多講一句，喺呢個制度越來越嚴密嘅時代，老友記之間更加要發揮守望相助嘅精神。如果你明白咗呢啲新規矩，記得多啲提醒身邊嘅街坊。有啲老人家不識字，平時又唔睇新聞，好容易因為資訊不足而填錯表格，踩中陷阱。我哋多一句口頭提醒，隨時就係幫緊佢哋保住幾萬蚊嘅養老錢，避開好多法律上嘅大麻煩。咁樣我哋嘅社會都可以多一份溫暖。我做生活分析咁多年，見過太多老友記因為唔清唔楚啲規矩而食大虧，有啲被停發津貼，有啲被政府追收幾十萬，甚至有人要上法庭留案底。每次見到呢啲個案，我都覺得好心痛。所以今日我將呢啲乾貨毫無保留咁分享出嚟，冇一句廢話，全部係實打實嘅應對妙招。目的就係希望可以幫到每一位攞緊長者生活津貼嘅老友記，等大家可以安安穩穩咁領取福利，過一個無憂無慮、舒心嘅晚年。最後我想再次強調，誠實係金，智慧係寶。2026年嘅大數據審查下，已經冇任何漏洞可以塞。大家千祈唔好抱有任何僥倖心態，唔好去試圖瞞報或者漏報。一旦出事，代價實在太大，絕對係得不償失。只要我哋誠實申報，運用正確嘅方法去合情、合理、合法咁保護自己，就一定可以順利通過今次嘅大復檢，安安穩穩拿到屬於自己嘅津貼。
如果你身邊都有朋友、街坊或者親戚正在領取長者生活津貼，請務必將呢啲資訊分享俾佢哋。呢幾分鐘嘅內容，分分鐘可以幫佢哋解決大問題，避開刑事風險。大家在申報或者填表嘅過程中，如果遇到咩困難或者有啲咩心得，大家都可以在社區入面互相交流、互相幫忙。